这是云林斗六乌山路一搭家厝啊呢，是今仔日透早5点外的时阵发生火灾，因为这火是烧了真猛，60岁姓林的男性，也有92岁的老母，哪像就是因为走袂赴，消防人员找到的时，这2个人是倒伫咧走廊，已经明显死亡。另外一个30多岁的孙仔呢，是有成功走出来。目前这场火灾详细的原因，还阁需要进一步厘清。现场封锁线救起来，火调人员入去调查火的原因。云林斗六乌山路一栋家厝日白透早5点外发生大火，因为火势真猛，地书厝顶塌陷，疑似造成厝内2人未赴得命。你讲你有听到？嘣一声，啥物情形发生我唔知，因为灶骹伫咧降薪嘛。对。小弟后来他跑出来了。OK 啊。对，因为阿嬷的行动不方便。所以阿姑跟阿嬷是睡在一起的，所以可能睡着了吧，还是怎样？因为老人家没办法走路嘛。云林县消防局表示，日白透早5点18分接到报案，到现场的时，家厝已经全面在烧啊。厝内一个39岁姓林的查甫顺利逃出来，另外2人掉伫内底，包括一个92岁行动不便的时大，一个60岁姓林的查甫。经过调查，2人是母仔，救治的时已经过身啊。有2名住户尚未逃出立即派遣2组搜救小组入室搜索于卧室右侧发现两名民众相拥倒卧在走廊处立即将2位民姑救出已经呈明显死亡。生活因为老岁94岁吧，伊行动无方便，因一个囝可能拢在甲顾啦。当地里长表示，因是中介收入户，目前已经请相关单位协助处理后事。云林县消防局表示，详细的火灾原因也该等待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